上帝爱咱呼求的祈祷，上帝爱咱恳切，上帝爱咱迫切的呼求，上帝的确要应允。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一定要会记得，唔通安尼乱录，咱要把这提起来，把咱的老自我提起来，把咱的骄傲提起来，把咱的无顺服的心提起来，你就会经历继续祈祷所带来上帝在试验中来成全迄个大有信心的人。我就有祈祷啊，上帝也无听我，嘛无成就我的祈祷，唔免祈祷啊啦，祈祷迄无路用。若要靠上帝才歹靠，唔免靠伊啦，靠我家己就好。这种的骄傲、无顺坦的心，会妨害咱祈祷，妨害咱得到上帝的赐福。所以咱一定要把这个老自我破碎，把咱的骄傲破碎，把咱的无顺服的心破碎，完全降服，咱做伙学。咱要有坚定的信心，深信这个主的确会成万事。新家基础在神的顶面的确要实现。